兄弟平安，咱的聚会伫2分钟了就要开始。有2点，请大家配合，唔通甲食物摕入来会堂。请恁甲恁的手机关到震动，也是飞行的模式，以免影响咱聚会情绪。感谢大家配合。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伫圣的安息日伫圣经内面有讲，咱要遵守安息日，因为这日是上帝所祝福的。阿门。阿门。所以伫这日内面来到伫圣殿敬拜伊的人，来到伫伊的面前敬拜伊的人，拢未得到福气。咱为什么要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上帝呢？为什么咱要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无来敢会要紧？嘿，咱就会当想，因为咱来敬拜的是这位赏赐咱活命的上帝，阿门吗？阿门。是这位赏赐咱万行有的上帝，阿门。伊也赏赐咱会喘气，赏赐咱有家庭，赏赐咱有后代，赏赐咱会趁钱。哇，这就是咱所要敬拜这位上帝。伊赏赐万富有，赏赐咱每一个人徛伫遮，赏赐咱有咱的边仔的朋友。为着这个事，敢应该就来学乐咱的上帝？应该，因为伊是堪得学乐的。上帝赏赐咱的福气，咱是算袂了的。规粒地球若要甲算起来，嘛算袂了。所以咱遮的受恩的兄弟姊妹来到伫伊的面前，会当敬拜伊，咱就是大有福气的人，嘛是甲上帝同享荣耀人，因为上帝主伊讲，伊对古早、现今到永远，伊拢永远伫地。阿门吗？阿门。阿门。我说邀请咱起立，咱要来备办咱的心，咱要大声唱歌跳舞来敬拜伊。咱大声举起咱的双手，咱较无信心来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的心是空空来，却是饱饱稳定充满倒转去。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爱你；圣神，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每一个开嘴，你甲圣神来交陪来祈祷，哈利路亚！有圣神充满你，迄个快乐充满你，吟诗的热情充满你。圣神对你讲话，透过吟诗遐个歌词，圣神要对你讲话，伊有话对你讲，咱要拍开咱的耳孔来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要所要赏赐咱伊的祈祷文，咱嘛要对伊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我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叫阮看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帝伊就是咱的快乐，咱的快乐是对上帝来，阿门。阿门。咱来喊话3摆，哈利路亚！咱进入一个上热情的一个敬拜，哈利路亚！准备好未？举起咱的正手哦，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阿门，阿咱最欢门。喜来学了咱的主，阿门吗？阿门。阿门。咱最来拍捧啊！你我天顶有之水，你我你的你我也无个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融，总是有一天。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融，总是有一天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融，总是有一天永远拢袂改变，永远拢袂改变。咱大声宣告，哈利路亚！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咱最来拍捧啊！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靠起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咱用上大声的捧啊声，将一切拢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边的人甲伊讲，你拄爱学了有够好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每一个人的心拢非常的欢喜，因为咱今仔日来到主的面前，咱就是要来学了伊，阿门吗？因为咱日时学了，咱伫面时嘛要来感谢，来算小主伫咱的生命中的恩典，阿门，阿门。咱再来拍鼓啊！我心大欢喜，我的嘴就吟
命充满稳定的上帝，阿门吗？阿门。阿门。我今摆邀请咱每一个人会当拍开咱的双手，伫今仔日，咱要用这条新的诗歌来学乐伊，因为上帝是咱全能的上帝，伊伫咱的生命中要成要做好的事，伫咱的生命中，嘛要互咱每一个人拢健康，会当来服侍伊，会当来学乐伊，阿门吗？阿门。咱一开始要请咱的乐团先来吟。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永，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我的上帝。哈利路亚。咱这回来吟。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永，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我的上帝。我的
上帝百姓，咱所信的主，伊是荣耀、尊贵、能力、光明的。咱诚做伊的百姓是偌尔有福气，咱是真爱，咱是土做的器躯，咱竟然会当伫遮吟诗举手唱歌，学了这个宇宙上伟大的上帝。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你真有福气无？阿门嘛！哇，感谢主，咱所吟的万民拢敬拜伊。咱伫遮吟，咱知影，咱的声对遮出去，外口伊就开始，连树啊、石头嘛在学了上帝。所以唔通看轻咱的学了，咱细声的学了，咱五音不全的学了。上帝拢非常的欢喜，阿门嘛！因为咱是伊可爱的囝儿，咱这个时，咱要用到上帝予咱的冠冕开咱，咱要来祈祷。这届牧师要来邀请咱来 RPG， 两个人来 RPG， 咱来为着咱的教会伫拜5 2月28，咱的教会东港要去到倒位？要去到伫玻璃灵修会。咱是不是愿意为着因来求上帝，或者是东港，互因充满平安？伫遐的开会，伫遐的联谊，拢有上帝引带，阿门吗？互咱的东港大家合一，互永光教会，诚做上帝欢喜、充满荣耀的教会。来，咱两个来 RPG 来，咱找两个，好，哈利路亚！这个 RPG 是上帝授予咱一个真水的祈祷的方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声阿乐上帝，两句就会使，哈利路亚！感谢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伫你的面前，主愿敬拜你，愿学了你，因为主你是大贵咱，是大荣耀的上帝。主啊，愿感谢学了你，互阮伫遮 RPG 祈祷，主愿两个人来祈祷，就充满上帝你的贵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
稣伊来到伫地面上，后来伊4个月上天，上天伊就坐伫上帝的大边，伫遐听万百姓、世间万百姓对上帝而乐。耶稣嘛伫遐为着你，为着我伫遐发声来祈祷。所以上帝伊看见万百姓的祈祷，是上帝得到的荣耀。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要搁一摆大声来宣告俄勒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万的上帝，这一个做的，将一切荣耀归伫主耶稣，归伫咱的上帝。万兵的万全的上帝，万般尊崇你，献给荣耀尊贵，怜悯乐归于你，献给荣耀尊贵，怜悯乐归于你。咱举起咱的正手来，荣耀尊贵，怜悯乐归你。咱的俄勒偌尔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们，咱虽然有年岁，但是有年岁迄个俄勒愈简单。阿门。你甲隔壁的人，你甲讲，你俄勒实在是大有困难。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咱的俄勒大有困难，咱做来讲，咱的俄勒大有困难，非常的赞。兄弟，咱拢是上帝所祝福的，大家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7节到第16节。咱做伙来共读，请。所以耶稣佫甲因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有比我较大声来的，拢是贼，是强盗。羊袂听伊。我是门，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出入入，阁会找到草埔。贼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甲真丰盛。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互人请的，毋是牧者，羊袂是家己的。伊一个看到豺狼来，就互羊放咧，逃走。豺狼将羊夹去，甲因赶散。伊逃走，因为伊是互人请的。无真正关心羊群，我是好的牧者，我捌我家己的羊，我的羊嘛捌我，亲像爸捌我，我捌爸。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也有其他的羊无属伫即个羊潮，我嘛一定着带因来，因会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咱圣经读到遮，即时要请周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好牧者甲羊。今晚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做伙一家来敬拜咱的上帝。每一届看着咱会当伫即个天气变化多端的时阵。会当进入到伫圣殿敬拜，心内真喜乐，因为咱开始掠咱的主做咱的倚靠，嘛是深信，伊就是咱整个我的上帝。这时阵牧师要邀请咱
举起咱的正手，咱来为着永光教会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真欢喜，咱会当直接来敬拜，特别伫咱会当穿个小小水暗挂咧保护咱的身躯做伙到伫主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也听守咱伫咱的出入拢会当来保守咱咱我靠伊，咱深信伊就是亲像好的牧者，要引带咱来行头前的道路今仔咱透过咱所读的圣经就是咱有教会所推行的即个读经的计划咱伫即礼拜就是过去的即礼拜，咱对约翰福音第4章读到11章今仔日是12章的开始所以牧师就用拜五咱所读的第10章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这个题目。牧师搁要强调一解约翰福音甲其他3卷的强观福音有真大的无共款。伊要互咱读伊的时阵，会当真清楚来了解作者伊经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道成肉体的上帝，互咱会当知影，咱信靠伊的就会当得到永远活，因为这是上帝伫救赎的计划内面，伫创世的时阵就已经定到的。所以无论对旧约到新约，咱拢会当看见这件代志。所以经文第1章14节就清清楚楚，互咱来了解讲，道成肉体住伫咱中间，充满有恩典甲真理。事实，这个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哇，这真清楚哦！律法是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对吧？伫旧约，那伫新约更较重要。甲咱讲就是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来。所以咱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阵，咱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伊所讲的所有的中心，就是掠基督最中心。所以咱读过去的第1章第1到18节，迄是对基督的一个介绍。然后第1章19节开始到11章44节咯，就是在讲基督的工作。所以咱过去这礼拜咱所读的有真侪基督的工作，在这个中间。互咱来了解，搁过来今仔日开始，咱就看见咱所读的是论到基督的受苦，然后到基督的复活就是伫过来这礼拜咱所要读的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对着教会兄弟姊妹，安尼大家做伙来读这段的圣经，每一日有1章还是2章，帮助咱伫信仰内面会当更较明白。牧师的讲道，拢嘛会对着咱的读经的这个步调来咱的这个抄写的经文，犹原是安尼，互咱一直做伙向前来迈进。我相信，咱伫未来这2年，咱对圣经会当更较透彻来了解，伫这个信仰会当更较帮助咱来经历咱所信的是什么。所以约翰福音会当讲就是基督的心啦。咱做伙来讲来。约翰福音就是基督的心，约翰福音就是基督的心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第10章遮，就是好牧者甲羊的比喻，这是耶稣所讲，伊透过这个比喻，通互咱来了解伊的工作，伊的目的是什么。伫经文嘛有记载伊来是为着要审判，要互迄个未了解的会当了解。要互迄个了解，反正是未了解呢，足特别咯，所以这就是透过咱读圣经，又会当更较来了解所以当这犹太人的首领听到耶稣这比喻的时阵，因心内一定是不是滋味，这使咱若注意看，对第4章开始就有
耶稣甲这犹太的领袖的辩论，吼，伫这辩论内面有当写，拢在辩论基督的身份是啥物？哇，辩论伫安息日会当做啥物货无？耶稣伊伫安息日，哇，伊嘛安尼，吼，感觉讲耶稣是安那犯着诫命，吼，哇，所以有真济的辩论咯，吼，所以咱若注意读的时阵会看见，有6摆伫约翰福音有6摆。犹太人甲耶稣在辩论，今仔日这个就是第5摆哦。因为耶稣论讲伊是好的牧者，总是伊真正是指责这犹太人，因对旧约的曲解，所以耶稣甲伊形容是啥？形容因是贼，是强盗呢？吼，是对别位入来，毋是对正门入来，吼，是偷窃，吼，杀害毁坏的哦，吼。所以这犹太的首领听到当然一定毋是滋味嘛吼，伊讲啦，伊嘛是像咧请人请的工人尔啦，毋是真正是牧者哇。耶稣在讲这当然对当时这的人听到真无足不舒服的，毋过耶稣真清楚甲因讲，因历代以来所犯的错，伫即马就爱好好来悔改。所以咱看因耶稣讲这个比如甲因安尼会指责了后，哇！有人就讲这耶稣一定是互贵妇信的吼，较会讲遐在癫狂、遐在夸口的话啦，对无？一定是贵妇信的。毋过耶稣讲啥？讲贵敢会叫亲密人的目睭看见，对无？因为伫即个进前，耶稣伊伫亲密人的目睭吼，所以伫约翰福音内面嘛真特别咯，有7个。耶稣伊伫行神业的事件，哇！这咱伫读约翰福音的时阵，咱拢会当好好来了解帮助咱。所以耶稣是好牧者，我是乖乖羊，安尼好无？吼，咱做来讲，耶稣是好牧者，我是乖乖羊来。乖乖羊咱就爱较乖咧，对无？有乖就有通好食，有乖就通好得到保护咱对于这段经文内面，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好牧者甲羊的关系若好的时阵，这对羊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哦。咱伫这段经文内面，耶稣安尼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伊这个羊的门若伫即个原文内面，伊是单数，在表示啥物？就是即个门尔，要入去恁兜的大门，敢若一个尔，对无？除非你有后门嘛，后门嘛毋是大门，对无？所以迄个出入是真清楚，就是一个门，是单数。安尼耶稣在甲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耶稣是唯一个门，除了即个门以外，无别个门。耶稣有安尼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伊是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伊是真理，毋是道理哦，是真理。真理是无改变的，是唯一的。伊是活命。对伊会当领受永远的活命。若无照着伊，无人会当到爸遐去。但对遮，咱就嘛会当看见彼得安怎伫遮犹太的官长的顶面安怎来见证耶稣。伊讲除了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顶地下无赐落别的名，咱会当靠着伊来得救呢。哇，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当然真济人无法度来了解。耶稣就安尼讲，因为我就是门。所以，既然对我正入的要得到救，而且出入要得到草来食饱。咱的中文是用出入毋过伫原来的意思是讲，要伫入甲出来得到饱。当然就爱先入对无？你就爱入即个门，较会当得到保护；你就爱入即个门，较认捌牧者嘛，就爱先入，然后牧者就带咱出去。到伫草场的所在，这就是原来的意思内面有更较清楚，会当互咱来了解。所以先有入，较佫有出，
哇，这是其实伫咱经济生活嘛是安尼嘛吼，就爱先有入口出啦，啊无你一直出无入，安尼吼安尼欠了一屁股债，安尼吼，最后就是走路嘛吼，互银行用嘛吼，所以伫生活内面真自然会当来清楚来了解。所以耶稣就讲贼仔来，无毋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也是要叫人得到性命，并且得到更较丰盛。所以感谢主，咱是有牧者通好引带咱的，咱是有牧者通互咱知影，就爱入去羊巢内，因为入去羊巢内，咱才会当成做认捌牧者的羊，才会当得到保护。所以耶稣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无欠缺，对无？吼，咱做伙来讲来，耶稣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无欠缺。对，哇，这是咱所熟悉的4篇23篇，对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咱到是新约，咱搁较清楚耶稣道成肉体，互咱来了解，伊就是咱的牧者。咱看伫旧约就安尼哦，就安尼会形容上帝是牧者，上帝是咱的好牧者，是帮助咱。伫即个中东的所在，咱知影以色列人就是因进入到伫迦南地，因犹原是半游牧民族啦，因毋是全游牧民族哦，是半游牧民族，所以因有真济的所在会当来饲羊，会当来带羊来出入吼羊就是因的财产有当时即个主人也是讲因即群人即亲男朋友，因顾即大群的羊为着要食到好的草，可能需要带咧去到伫搬山过岭去找有草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吼。我去到伫外蒙古的时阵，就安尼感受哇！真正是有迄个蒙古包吼，真正着看人伫赶只羊啦，赶只牛啦，哇，感觉安尼足亲切的。因为伫咱读圣经内面，咱常常会当去体会亲目看见的时阵，就更较会当知影讲哇，事实耶稣用当地的人会当体会了解。所以呢，这羊群出去了，无一定一天会当倒转来若无法度倒转来，因就就地就来苦起来吼。然后即个长见的即个牧羊人，伊一定会困伫即个苦起来的，敢若一个门的所在困伫门遐所以无论是人要出入，还是羊要出入，拢爱经过伊啦，因为伊就困伫大门你要过就一定爱甲下过嘛所以安尼伊就会当来分别这是贼仔，还是牧人这是羊，是有得到保护无这对以色列人来讲，耶稣在讲即个伊是好牧者甲羊，因真清楚了解。毋过到伫咱即马，可能咱无法度真深深去体会所以就会有真济的想法真济想法，常常就是伫即个时代内面，咱会听到讲哇，恁基督教足霸道的因为耶稣讲干那一条路尔，就是伊尔，对无人阮其他宗教足包容的呢。你看万神归一宗有无这拢嘛是逐尊拢嘛是会当拜的，是毋是安尼所以咱是独一的真神，总是伫即个现代的历史的过程内面，有真济无共款的神观呢伫咱台湾就有嘛道神论哇一个厝若是真伊爱拜不咧哇，咱知影伊伫伊的厝的内面客厅就几尊有无无共款照着因所需要的来拜土地公对无关公有无拢照着伊的行业，照着伊的需要来拜几尊的神道教更加是泛神论嘛，对无？石头公、树头公，安那灶头公有无？等等遮个，遐是姊妹。所以伫咱即个信仰内面，其实
因为因无入来，无入来即个样调内，所以因无法度去体会呢。吼，若是咱入来，咱就知影，足简单嘛。你的老爸若生3个囡仔，对吧？吼，就是一家嘛吼。我太太拢总着5个，对吧？吼，别人入来要叫恁老爸叫爸，你要好叫无？袂无？因为你若好叫，将来安那？财产就爱做伙分咯。你要好叫无？袂无？无咯。老爸就我敢若一个尔，对无？别人诶，毋是阮老爸囝诶，要叫阮老爸，这就怪怪咧，是无？这就是真简单的一件代志嘛。所以咱真清楚，咱所敬奉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上帝，伊是独一的上帝。这就是咱所深信的。咱嘛信耶稣基督，因为伊就是道成肉体的上帝。好，咱称伊做上帝的囝，独一的囝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真侪人对咱的信仰无了解，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甲批判，不要紧，咱会当邀请伊来。好，伊搁伫样调外嘛，所以伊无入来就无法度体会了解。然后有机会，咱邀请伊来，我相信伊会甲咱共受这个救恩的时阵，伊就明白上帝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所以耶稣基督应允咱信靠伊，伊是道路、真理、活命。不但伊要享受咱活命，要互咱生命，伊要讲要互咱更较丰盛。这个丰盛是什么？我就感受到讲，这就是福杯满溢的丰盛。阿门。好，会当享受互咱拢总凡事，拢是会当领受对上帝来。为着咱备办的一切好，伫即个一切好内面，咱会当去经历上帝的疼，嘛，互咱会当去感受到咱的生命真正是福杯满溢的生命。阿门。好，咱做伙来宣告来，我有福杯满溢的祝福来。是，这是耶稣应允互咱的哦。好，是耶稣应允互咱。好，咱去看。咱若是伫样调内，甲样调外，迄款的分别是差真济哦。好，所以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好牧者为着羊来放杀性命呢。好，为着羊来放杀性命。好，伫旧约内面嘛有安尼在形容呢。好，以赛亚先知伊安尼讲伊要亲像牧者来牧养家己的羊群。用大手骨来组织羊羔，抱伫怀中，慢慢来引出迄个饲细正羊的。哇，是耶稣就亲像安尼，伫旧约先知就真清楚来互咱了解，所以求上帝互咱深深来体会知影，即只羊会之所以会得到保护，是因为伊甲牧者的关系是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就是牧者愿意为着羊来冒险，就是当羊拄着艰难、危险，甚至塞伫陷阱的中间，伊悠然冒险要甲伊带转来。好，所以咱看伫这历史的信仰的这画像内面，咱有看到耶稣。抱羊啊，对无？还是爱羊啊，有无？吼，这拢在表示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因就是有这款生活的经历。耶稣透过安尼，要互咱深深来了解。所以伊讲我是好牧者，我认捌我的羊，我的羊嘛捌我呢。吼，这个捌也是讲认捌，这是真特别。咱对台语嘛会当安尼体会啦吼，讲你捌什么人无？吼，咱会讲啥？吼，我捌伊甲透对无？安尼形容会当无？吼，我捌伊甲透，我熟悉伊熟甲熟啊啦，吼有无？吼，这就是咧讲
迄个人际关系中间，咱彼此迄个熟悉，毋是干那爱见面一个说hello尔，毋是，咱是有深交的，所以咱就会讲啊，有啦，我足熟悉伊的啦，因兜几只狗啊，几只猫啊，拢知咧，对无？家族几只嘛知影哦，安尼夸张的形容，总是在表达就是啥物？即个关系的亲密啊，所以即个人物的意思啊，真特别咯，吼！犹太人常常嘛会用伫夫妻间房的即个用即个人物，即个字来伫形容因间房有迄个性的生活。用这个字来伫表达咯，所以咱就知影讲，迄款的人物是完全无野仔会当讲是无分彼此迄款的人物。耶稣爱咱，伊是好的牧者，爱咱对伊的人物是安尼，就亲像伊是安尼来认捌咱的。所以求上帝，互咱深深体会，意思就是讲，牧者甲羊。有一种足深内在的人物熟悉，是因为因的生命已经安那连接甲做一体啊，安尼的形容。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当咱信耶稣的时阵，伊就将伊十架顶所流的宝血来洗清咱的污秽。意思就是讲，伊就是用生命来换取。咱的自由，甲对上帝恢复的关系呢？伊是用生命，伊是献上生命来恢复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是求上帝就帮助咱，互咱对耶稣基督、对上帝、对这份信仰的人物，嘛会当安尼一直来、一直透彻、一直来、一直了解，更较深的体会，伫生活内面更较去经验。咱所信的这位上帝，咱所信的耶稣基督，伊是何等疼咱。我相信，当咱愈甲伊建立这款的关系的时阵，咱就愈会当去体会咱的生命的价值大了。所以耶稣为着要表达迄个羊甲牧者的关系，伊用爸囝的关系来伫形容。伊讲羊甲我的关系，就亲像我甲天父的关系呢。上帝的囝甲天父的关系是安怎？伊讲咱甲上帝的囝的关系应该就是安尼。哇！所以咱有个努力的空间无？咱各有努力的空间无？有啊！意思就是讲，咱更较爱人物，更较侪人物，透过圣经，透过默想，透过敬拜，透过生活的真实的经验，互咱这份信仰。真做真个活的信仰，互咱这份信仰会当照着上帝所应允一切的束缚、保守、看顾、恩主，拢会当实现伫咱的生活内面。这是咱会当去好好体会。所以咱爱100%来确定，我就是主的羊，对无？哦，我就是主的羊，因为我有牧者在带我毋是失迷的羊哦。我毋是无人在带羊，我毋是无羊条通个休困的羊。我会当有牧者带我到青翠的头部，到清净的水边，这拢是伫上帝应允军队伊的人，咱拢会当去得到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要咱享受这个最重要，就是爱进入羊条内啦。这个做动作，就爱进入来，才会当有出，对吧？有入，然后耶稣好牧者就带咱出去到青翠的草坡来领受，所以咱就爱听伊的声，捌伊的声，跟对伊的脚步，伊就要及时供应咱的需要。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事实，我伫这个礼拜的中间，对白话字的圣经摕到一张我的老母写的白话字的。经赞这是一生上爱的经赞，伫箴言的内面有记载，大概意思就是安尼：讲伫我搁活着的时，我爸求2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安那
我即摆讲到即摆跳针面怎都袂记住。哦，迄是第二项。对，对，互我互我互我无递到送香，爱佫共借钱就对啦。嘛互我无想好嘢，甲袂记你上帝，伊这是伊一生所求。看到迄张单，阿伦，你的手机互我看一下，来，我读互你看，哇！我求你两项事，伫我未死的大生，毋通无互我第8节求你，互夫家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丧香，也无好业，用所着用的美牛，互我食。哇！这是箴言30章第7节、第8节这是伊写的即摆一个感动，好个在安娜有甲翕相起来。我讲安娜，你翕相起来寄互咱的家人阮有家人的群组佮大家佮怀念一个阿嬷伊的信仰。是，这就是伊一生伫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我相信上帝就是安尼祝福互阮的家庭，所以伊的囝儿孙仔真侪愿意服侍上帝，因为知影这是阿嬷心内上介大的一个欢喜。为着满足上帝，为着要互许多人欢喜，安尼来做就得到上帝的欢喜。感谢主，因为咱拢是伊的羊，伊要照时来供养互咱。所以约翰福音6章37节安尼讲：既然爸所想是我的，要到我遮来，到我遮来，我总无去杀因。这是耶稣所讲的。所以，既然咱成做耶稣的羊，进入伫羊巢内，伊应允咱到伊遐的，伊绝对袂去杀咱。若是伊有应允袂去杀咱，咱就求上帝，互咱有一款的信心，有一款的明白。咱就爱跟对伊到伫世间的路尾，因为伊为着咱陪伴的，毋是到世间的尾站尔，是迄个永远我的活命，就早为着咱陪伴。因为耶稣伫担落，咱就会伫担落，对无？耶稣即马如何，咱伫世间嘛要如何？这拢是圣经甲咱应允的。我相信咱拢会当去好好体会。咱看真特别。伫企业界的行销的策略内面，足早期，就是我做啥物产品，因为拢无嘛，所以逐个人拢会来甲我买，所以是产品至上。后来发现讲，哇，愈侪来愈侪的产品出来，愈有竞争，对无？共款的物件，人会比较哇，所以就爱安那，服务上介重要，互人感觉安那宾至如归。所以这企业行销的这个策略就改变。到即马呢？到即马行销各有2.0版的服务至上呢？迄叫做啥？关系啦，关系优先的关系哦，关系有重要无？有咯。所以即马哇，咱看这企业界拢爱你加入因的啥物有无？因的 VIP 有无？有建立一个关系，伊就甲这产品即马有对这 VIP 有特别的啥物优待啦，啥都拢互咱有无？因为你有甲伊建立这个关系，所以伊要将上好的互你，要将上俗的互你。兄弟姊妹，那企业看到这个关系是上介重要的时阵，咱感谢主，因为伫咱的基督信仰内面本来就是关系，对吧？本来就是关系。咱讲咱甲上帝的关系若好的时阵，哇，咱甲人的关系就自然会当去和好，甲上帝创造的万物的关系就会健康。咱知影什么是该得的，什么是不该得的，咱分别真清楚，呢，兄弟姊妹。陈牧师因夫妇昨因因租的厝人厝主要甲讨所以我昨下晡有特别去甲伊载来先
搁剩4天来住伫少华家。要离开的时阵，这个中介就来，来吼，我就讲，当牧师吴牧师搁咧无闲，伊讲嘿，中介来，搁开请一下吼。伊讲嘿，对啦，阮都有共讲破一个杯啊，搁一个撇啦，阮爱共讲个清楚嘛。心内想讲，你若无讲，人嘛毋知啦，对无？因为撇啦盘遐济，对无？毋过这是对的，为着要行杯啊甲盘啊，伊讲因找足济所在要买无因迄个盘嘛买无，最后嘛找无，迄个杯啊，最后就是去到伫花莲的时阵，看到雷同的买转来安尼，甲即个讲歹势，我买即个有较小共，毋过就是无完全小共歹势，就是我就是安尼，毋过盘看偌济钱，阮出安尼当然啦，看遐诚实的客户，当然啦，即个主人就讲不要紧啦，安尼就好啊，感受就是安尼嘛，对无？是啊，咱伫信仰内面无甲人计较的时阵，我相信这是一个福气。上帝会帮助咱伫关系顶面，若愈优先；伫讲话顶面，若愈会客气。我相信你的关系建立就愈好，愈会当帮助。伫你急要的时阵，嘛有真侪人会成做咱的帮助，敢毋是？甲上帝的关系永远是安尼，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人生的成败决定伫哪落？其实伫关系啦，毋是讲你有啥物，迄个关系是上界重要。迄个关系若是有的时阵，若是做真好的时阵，你会当讲你就是富足的人生啦。这毋是用钱买会到的，毋是用物质会当来代替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真做耶稣基督羊，咱若甲牧者有好的关系时阵，那安尼，即只羊会健康无？一定会健康，因为伊伫条内，得着保护，伊照着伊的需要，牧者会供给予伊，就是要甲伊带到伫青树的草坡，嘛会挂草转来互伊食，敢毋是？哇，这是我细汉上该做的工课，挂草转来互牛食。是，这就是咱伫信仰内面，咱会当相信的。所以关系是答案你即马的生活感觉安怎？你甲厝人的关系是安怎？你甲朋友亲情的关系是啥？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啥？迄个关系是答案。即马若有啥物不足的，伫关系不足的，需要弥补的，愿上帝帮助咱。迄个关系愈好的时阵，就领受愈侪稳定甲真理，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体会。好，搁过来这礼拜，咱就对12章开始来读咱读12章到19章的时阵，是在写耶稣的受苦；20章到最后21章，是在论基督国活甲伊所命令的大使命。所以咱继续来看后礼拜日开始就开始要读出埃及记哇，佮等于读旧约的第二卷这大家做伙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讲：我来是要互恁得到生命，得到更加丰盛。互你的生命是福杯满溢的，互你甲基督的关系的亲密甲维新，那健康的时阵。你一切拢通得到健康，阿门。这是耶稣所应允互咱，愿上帝帮助咱。咱来讲，我是好牧人的胖胖羊，因为福杯满溢嘛，食了伤好对吧？来，咱来用中文来讲，来，我是好牧人的胖胖羊，不是乖乖羊尔可是胖胖羊虽然咱不爱外体不要胖胖了但是心里面是胖胖的，阿门。心胸是宽大的，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来。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搁一届来。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
约翰福音10章14节，我嘛会当安尼用宣读，我宣告耶稣是我的好的牧者，我相信我宣告伊是捌我的，我宣告我也捌伊，阿门。这就是咱今仔日的导读的经文，愿上帝帮咱。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看见上帝，我要倒倒追求你，我主，以单纯的心，相信你的有。去心肝有福气，因为要看见上帝，我要倒倒追求你，我主。我答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天白高高飞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答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日日白高高飞无停。主，阮真欢喜，阮今仔到你的面前，阮已经进入到羊条的条内，我是归属你的，我要听你的声，跟对你的脚步，求你帮助阮，互阮更较深来认捌你，更较知影。你是何等疼阮，你认捌阮甲透，互阮更较清楚，阮嘛要更较来认捌你，互阮更较有倚靠，更较有信心来行天路。愿上帝你帮助，互阮会当进入到天白花园，甲你交陪有亲密的生活，伫凡事顶面拢倚靠你，得胜甲富春。特别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互阮会当放下重担，交托伫你，身躯软弱的主，你亲手来医治；心内丧向的主，你互因得到满足。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阿门。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答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日天白花到飞无停。我有看见你眼光显现，我答经历你的赦免，带我进入你是阮做情，日天白到飞无停，日天白到飞无停，日天白到飞无停。愿安尼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大
大家讲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甲信心的行动，请咱以坚强甲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情，眼比领袖，我命转换，信心感化，加天开朗，我甲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伊是伊哩，一切所有拢属你，我上高有，你上高有，阮被做是伊互你。是阮做情，眼比领袖，我命转换，信心感化，加天开朗，我甲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高有，你上高有，阮被做是因互你，阮上高有，你上高有，阮被做是因互你。兄姐，请坐。这是要来事工分享，请亚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关心即礼拜的事工。之前咱先听我读一摆即礼拜的经文。好，我伫打乐服侍我的人，嘛要伫遐。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要尊重伊。好，咱做伙来读一遍，咱慢慢来读，请。我伫打乐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也要尊重伊。约翰福音12章26节，阿免。好，咱今仔日要来颁发圣经营的结业证书，是伫第2堂的礼拜中，咱要请董牧师来颁发。若有订册人的话，咱伫会后。你买当领着你的册，而且咱嘛有继续即个签书会。好，伫后礼拜拜5甲拜6是咱的东港的领袖会，所以请咱有参加的东港伫拜5透早7点10分，伫教会1楼来集合。7点半准时出发，无要等人歹势。好，请准时，咱做伙欢欢喜喜做伙出去安尼。咱嘛恭喜，咱有123位的兄弟来完成去年的导读手抄经文。咱伫后礼拜第2堂礼拜中要来颁发因手抄的读本，所以请有抄了嘛完成，才兄弟姊妹咱来领奖。3月9号会颁发信用培育奖励金，伫第2堂礼拜中来颁发。3月9号第2堂礼拜，所以名单已经公布伫咱的布告栏。好，伫今年7月14到21号是咱的
访韩盛会。报名的时间是到3月9号来截止，所以咱也请要来参与的，想要来参加的兄弟姊妹，咱的报名的资格，甲咱的补助的资格，咱请参考咱的周报。好，3月23号是咱的幸福启动的日，所以请小组长伫3月9号之前，3月2号歹势，伫3月2号之前来提出咱的副长。甲咱实习副长的名单，互咱的干事。好，咱的社区的活动，咱的儿童的舞班、青少年舞班，甲星光学院，陆续来开课。咱继续邀请咱身躯边，咱厝边的有遮个年龄层的遮个囡仔，嘛会当来参与伫咱遮个社区的活动。哇，咱恭喜咱的佑生甲本玉。伫今年8月16号要来踮咱遮来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伊嘛要办桌，所以咱请要参加的人，伫3月8号之前到咱的招台桌来登记。好，3月8号来登记，那咱想要参加这个办桌。好，伫3月29号拜六伫凯达格兰大道顶面有这个复兴的这个特会。这毋但是干那，互咱的青少年啊，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关心台湾的青少年，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做伙来参加。伫即个特会，伫3月29号，伫凯达格兰大道，伊嘛有推动即个21天为着咱的国家禁食的祈祷。伫3月10号到3月30号的时阵，3月10号到3月30号对，21天为着咱的国家来禁食祈祷。咱继续为着咱的国家来代祷，求上帝，带领咱的国家行伫上帝的心意内面，而且咱嘛充满平安，阿门。好，下一点，一个影片吼。好，好，等者。Yes。好，这就是这个Time for Taiwan 的一个影片。这就是因顶礼拜五所办的一个祈祷会，因为组织所有的无共宗派的牧长踮遐做伙祈祷，组织祈祷。好，好，所以伫咱顶半年度咱的牧区的处有即摆调整做全教会的布道的活动，好，咱嘛伫5月11号的时阵母亲节庆典，咱会有即个幸福的餐会，是咱全教会做伙来举办的，所以到尾咱牧师才会有较详细的资讯，甲大家人来公布。好，教界的消息，伫2月29号下晡，咱的第2长老、国宾长老、永伟长老，甲咱的小会书记赵明长老，因会来参加即个研习会，伫大场教会。荷兰的主内黄科素儿姐妹的个别礼拜是伫明仔载的9点，伫第2殡仪馆景仰楼1楼至真一厅来举行个别礼拜。咱的诗班伫礼拜了的话，咱嘛会集合练习即个为诗，来请咱继续替为族来祈祷。咱的明辉弟兄嘛有伫遮对。明辉伫遐吼，今仔日早起有来，伊就是咱的素儿节的后生吼所以
特别咱第一场的这个相连的较熟悉苏儿姐哈，所以明辉有嘛表达讲多谢大家过去对妈妈的照顾哈，所以是虽咱身躯若勇敢的有要去参加这个个别式的咱照这个时间来进行哈。好，来明辉请坐。好，好，下一点 ，OK。好，这点请咱起立，咱就会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伫主内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完成心来充满你，短梦大年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喜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好，咱请主牧师来祝祷。但愿咱的大者耶稣基督以美好的带领，伊的救恩丰盛降临伫咱的家，也愿上帝的听，透过圣神，互咱去经历伊的同在，也愿圣神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咱，引出咱每一个的脚步，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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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一无个我，我为面对将来，一无个我，个个听听，我情在呀。平安，平安，请坐，咱今仔日敬拜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导咱每一个的脚步。咱也有订册圣经甲基督教教育的第二堂丹牧师较会来会签名吼，即使你若需要先刻登伊的，你嘛会当伫后壁来刻吼，来领取，多谢。